台湾早前护士专业饱受重视，伊将霹雳提出病院护理制度的改革，积极提升护士的专业地位。引进西方护理教育的经验，鼓励出国深造，为台湾的护理人才起造真好的基础。8年历史拢是 his story， 毋是 her story。做主任的时阵，陈秀慧理事长来找我，讲要做女性地标。迄当时呢，我想讲，陈翠玉伊是啥物人？我就去看陈翠玉的迄传记啦。哦，直直流目屎吼，感觉足感动的。伊对迄台湾的护理贡献足大呢。甲病床吼，都较悬一撮啦，扫涂骹啦吼，做粪扫啦，无一定爱护理师去做，所以就分互一些阿桑去做。佫有讲病院的无菌啊、供应室啊、营养部啦吼，这拢是伊来遮设立的呢。以改革整个台大医院嘛吼，你的讲你们是最幸福的一群，我用美国4年制的课程哈，统统派进去给你们，是最好的教材啦。学生听了讲啊，咱会当安尼好吼，嘛真欢喜啊，真打拼读啦。啊，伊搁伫美国参加因的医院协会吼，所以阮的毕业生啦去美国做工课的时候，拢互人真好的 evaluation 啦。我们的纯粹意是我们东方的南丁格啊，伊是一个开头，创立这个制度是了不起的。你不要让它变成一个地标，大家一看就知道啊，这里南丁格尔。南丁格尔提着一个提灯去巡防，所以来做这些重意义的。他的 leadership 就是非常强，非常坚定自己对护理的信仰。泛美 WHO 的那个区域，他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护理专家，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是人嘛，人是国际人拢有啊。伊直教阮会安怎做人，所有无论什么病，伊是什么背景咱拢一定爱尽量甲伊医甲好势好势。我的台语是去病院去照顾病人的时阵啦吼，病人是讲台语嘛，伊讲你袂晓讲台语，我无遐互你照顾，我就是安尼互病人教会晓的。伊气质足好啦吼，是一个典范。真早就看到讲，女性若无受教育吼，永远是被压迫啦。伊是一个推手啦，若无伊，医生拢高高在上嘛，护理拢互找来找去啊。当年陈翠玉为着创办卫生署和官员起冲突，险啊互枪决。创办台大护理系，嘛互人诬赖贪污渎职。虽然事后判无罪，伊要是接受 WHO 邀请，远赴中南美洲，就此流亡海外18冬。在海外，他也一样关心台湾。1987年，我到美国认识陈翠玉女士，我非常感佩她在美国对于整个台湾女性参与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，她给我们很多的鼓励。因为参与海外民主运动，陈翠玉真做黑名单。1988年，伊为着返来台湾参加世大会，走遍各地拢摕袂到签证。国内举办大型声援游行，替陈翠玉请命，总算伫新加坡摕到签证，返来到伊思思念念的台湾。也因为伫无共的国家四界走踪，上过头忝，同一年伫台大病院患病过身。它是强化了女性的影响力，那你能够去自觉的时候，你才会去发挥你的影响力啊。